今日嚟到旺角最旺嘅女人街銀行中心都拍少少片啦，俾大家睇下。咁啊，祝唔祝大家聖誕節快樂啦！咁啊，都係老土啲講句啦，麻煩讚好啱兩句嘅留言。咁啊，最好做埋個訂閱，等我個動力多啲。咁啊，俾啲魄力我，繼續喺度行街，有新嘅資訊，有新嘅好嘢俾大家知道。咁影咁多先。咁呢掃街好耐冇食啦，但係我本身又唔食得。而家行到波鞋街，今日去買一個叫記憶卡嘅嘢。咁啊，外姐識啲年年加價，應該唔係年年加，係每日加價。聽講今日過去早買要加啲拍片，要加啲器材先得。咁請大家麻煩讚下好啊，水到鴨我，唔該你。咁依家旺角兩街都好旺咁啊，好開心啊！咁啊，係有翻啲生氣。以前食前出嚟嗰陣時候，一個人都冇。咁啊，依個好前面有個懷舊嘅雪糕車。咁啊，大家有冇食過咧？有食過留言分享。咁好。咁啊，香煙雪糕13蚊，蓮花杯12，蛋冰12。唔知大家食嗰陣時候係幾錢咧？咁又要添加器材，自己睇真係走唔甩。拍片啲器材啲 RAM 唔夠用，就要自己睇就去買啦。